现代这座智慧鱼苗生产系统在位伫安南校区的实验场，上大特色就是全台湾第一座全自动化养殖鱼场，由生物科技系主任陈中岳所带领跨领域人才做伙研发。目前以石板为主要实验，会当自动侦测鱼苗大小和适合的饲料，育成率已经稳定达到3%到5%，比一般3%提高10倍，而且大大减少过去无到1/3以上的能力。可以在全自动的状况之下，把这些从藻类、丰年虾、轮虫到老藻类，可以自动的去做它的一个分析大小，然后去提供给适当大小的一个鱼苗去做食用。它可以透过这样全自动的一个增减跟筛选，提供更好的一个鱼苗的一个养殖效益。同时，这一个系统也能够因为全自动化而节省了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使用，所以只需要大概过去的1/3不到的人力。团队当中曾经做过传统养殖的研究助理，嘛亲身感受伫室内养殖免吹风晒日，看好用智慧来饲鱼的情景。人工的，所以会变成24小时都要去守在那个场。那如果有自动化的设备跟数据化的设备进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缩短这一段的花费的精神或者是金钱，那就是会变成我们有新人要进来水产养殖，他进来的门槛会变得比较低。这款现代智慧鱼苗生产系统今日得到科技部未来科技奖，已经甲一间光电公司完成签约技术转移，未来将有帮助养殖业一步一步迈向智慧化。台南新闻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